国在东突厥3对数百万维吾尔人大规模强迫劳动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当局于6月3日在北京就涉疆问题举行记者会，以掩盖和否认其在东突厥3的强迫劳动政策。会上看到阿克苏棉纺厂员工艾克巴尔·图尔洪在中国的影响和压力下，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为名强行表态。他说：“我们夫妻俩每月能挣8000多元工资，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美西方反华势力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我们公司进行了制裁，这是典型的造谣抹黑、恶意中伤，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损害了我们的权益，我们感到非常愤怒。”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徐桂香指出，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美及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中国在东突厥3实施的强迫劳动、集中营、对维吾尔妇女强制绝育等压迫性政策，以目击者证言和调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德国媒体报道，7大工业国下周将在峰会上提出全球性的基础建设倡议，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由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组成的7大工业国集团11至13日将在英国召开领袖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各国领导人届时都将出席。德国商报报道 ，G7 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亚洲、非洲、南美洲缺乏与全球接轨的铁路和港口，低碳科技和网络建设也不足，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动作太慢，发展中国家需要能马上行动的伙伴。但过去经验显示，有不透明的贷款条件、安全准备不足、增加国债和违反接受贷款国家人民利益的问题。文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此处指的无疑是中国。报道称 ，G7 希望在峰会上提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大型建设项目，从而替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德媒报道将这个计划形容为西方版的一带一路。周五是6·4事件32周年纪念日，美国驻港欧总领事馆和欧洲联盟驻港欧办事处均在所在建筑窗边点亮了悼念蜡烛，他们还将烛光悼念图片上传到了脸书和推特。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六称，美国和欧盟驻港领事机构在窗边点亮6·4 32周年纪念烛光，是在上演拙劣的政治戏码。1989年6月3日晚上到4日早上，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首都北京，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导致大约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美国驻华大使贴出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天安门32周年纪念日声明，其中说，当中国人民要求其政府尊重普世人权时，美国将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对32年前被杀害的人所做的牺牲，以及今天纵使持续面临政府压迫，但仍旧努力不懈勇敢的活动人士们，我们向他们致敬。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在一份声明中对欧美领事机构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声明还提到，有关行径再次暴露出其唯恐香港不乱和借香港对内地进行投射、颠覆、破坏的险恶用心。中日之间围绕东海有争议岛屿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两国船只正在该地区巡逻。日本宣布，中国船只已在东海争议岛屿附近航行112天。声明中强调，这些船只受到密切关注。根据日方的说法，中国船只4月进入日本领海4天，5月5天，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监控和情报措施。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并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安徽省安庆市下午发生随机杀人事件，
一名男子持刀在闹区见人就捅，多人遇刺后倒地。据中央社今天引述安庆市公安局盈江分局通报，今天下午4时27分，警方获报一名男子在盈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警方迅速出动处置，现场制服逮捕一名嫌犯，并将受伤民众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案件造成5人死亡，15人受伤。4月28日，一男子突然闯入广西北流市新丰镇建乐幼儿园，并持刀袭击老师和学生，至少导致18人受伤。